来母那令子小姐对我十分恩爱，华年之岁，我觉又是深秋，为想在来养自己，与我那归隐妻。下千阵地场，长居雄伟，至今独人往事了。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依，夫妻们在月下大人思。接上我的书信，就在黑神庙内肆意生死。下官虽在今有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生死恍惚。哎呀，桂英啊，桂英，你的英文不要美于我，我一日不得已呀。自从修了教子女，我精神恍惚为这的，这也是王亏不得已，顾为了渡尽教子妻2年间。与我共成疾，3根灯火无根基，谁知生离生死别，八辈的恩爱真正送离，但求那名声高到了门上夫人去听那名声高道，与那教子多年几卷经文，也就是了。叫他与父母亲女在那女妻，只愿知道了深秋夜晚。已显得有些凄凉了，命运已经生生地往来残灯似流年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去，
是因呐？莫非我一向生闺门，不与我闻声起疾病？满设鬼神之事不可平行，众人有悔，我王佩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天子的门生，怕他之人呐！马上王佩太喜气，为们珍贵把上元气。是